台南的旧城区本地有真侪条溪流，因为城市开发，一寡溪流拢互人坎坎起来。台南市在地团体也呼吁讲，爱甲这拍开，呼吁真侪年啊。台南市都发局最近争取到前瞻经费，拍算要伫个福安坑溪拍开一站，成做示范点。 大道龟仔甲土沙伫咧溪内游来游去，这种景象已经真罕你会使看到。这是台南旧城区的其中一条溪，对清朝保留到今有300年的历史，号做福安坑溪。那当前在地有真侪团体倡议，甲府城的溪流拍开，最近总算有进展。台南市都发局有争取到前瞻计划经费，拍算要甲福安坑溪路边段加做一个示范点。 我觉得是 OK 啦，只要做稍微的规划一下，都是好事。它的水是有自然出水，而且水是非常清澈的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清澈，而且我们从后面这里钻进去的话，有发现有泥鳅、有头鲨，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大肚鱼啊、孔雀鱼之类的，里面的生物很精彩。福安坑溪得到补助计划，要加做示范点。 真侪团体听到这个消息，拢足期待。不过，溪无坎挂，毛民众过路安全，希望爱有配套措施。台南市社区大学的研究员讲，拍开挂除了会使互大家亲近水资源，嘛会使呈现历史水文的重要性。机打开来非常的好，然后只要把安全措施配套做好，应该就会 很不错，取得大部分市民的一个共同的认同之后，我们才会做后续的处理。所以，也许未来它是透过开盖的方式，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的来处理，后续来做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。 明年是台南建成400档，为着要呈现台南古城的优质景观，都发局拍算办4场工作坊。7月2日第2场要互各界人士来讨论，相关单位则整合大家意见，互台南的溪流恢复生命力，挖进台南人的生活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